前联立报鱼董事长钟文智判刑确定走出去，解除科技监控庭事发生争议，更加变成司法风纪事件。审判长柯中基无公开入资，嘛无送达裁定，检方唔知影，无法度控告，律师却被通知会当办保。昨高院法官自律委员会决议，柯中基甲受命法官陈永祥庭事上问题，阁无写明伊的原因甲时间。其中，陈永祥更加指示司法官换电话记录，违反职务上的义务，两位法官比上评鉴。我们后续也会提请原审会免监他的庭长职务。周刊阁曝光两张无同时间的电话记录表，内底暗藏玄机。钟文智人消失了后，检方甲故意调电话记录3月14甲3月20调的版本，差一句无要甲延长科技设备的监控，验过呢时间日子拢同款，甲司法官的意那嘛是。检方拢表示无意见，尊重决定。高院被怀疑涉嫌伪造文书。中间这2个版本其实也差了6天的时间嘛，所以就是怎么会突然就是发现说，漏记了一句话，而且是最关键的那一句话，其实是这个说法是蛮令人怀疑的。针对这点，高院回应讲，承办的法官当初是看无真，司机官是回想后，编辑是一个状况，无伪造，卖乌白药。检方嘛被质疑，1月份钟文智捌用要去香港为理由申请暂时解除限制出境，检方想到无发现已经解除监控。针对高检署的回应，已经分调2案的调查，在调查完进程暂时无方便说明。钟文智走出去，到底什么人应该负责？检验双方爱国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